来关心这届大选热清的含萧美琴，伫高雄是摕到80万票，伫高雄立委这部分嘛是第3届是一80拢总包。外界就咧风声讲，市长陈其迈功劳真大，有可能会去做行政院长。不过陈其迈已经对外表明讲，伊市长的任期一定会做完做甜。另外，伫台中的部分，台中市府市长王玉敏有选调不分区的国民党立委，即摆就风声讲，刷落来卢秀燕有可能会去找民众党的蔡碧如来接这个位。不过蔡碧如讲，伊已经拒绝。 2024总统甲立委的选举结束，高雄伫这届大选创下赖萧培总统票80万，立委胜出3届8胜过海成绩。外界认为是市长陈其迈伫高雄施政得到肯定，反映伫最后的选举结果。副选有讲也将会担任赖政府阁揆侪人赞同的人选。 我在这一次竞选连任的时候，我也特别跟所有的市民朋友承诺，再拼4年，所以我的任期，那我会做到我任期的最后一天，其他都不是我的考量。那你有觉得适合的人选想推荐吗？这个是总统的职权呐。 外界关心哪日被选后布局，台中市副市长王玉敏当选国民党不分区立委，外团这届选举失利的民众党立委蔡碧如，有可能会予人请去做副市长。台中市长卢秀燕是讲，市政工作未考虑选举政治，以市民照顾为优先。蔡碧如是回应这个职务对伊来讲压力真大。 这个职位是比较政治性的任命，然后那对我来讲可能压力也很大。那我这个是外面的传言，去接这样的一个职务，对整个党内来讲，我觉得可能冲击会比较大。所以这个是我必须要去考虑的。我可能会去婉拒这样的一个职务。我们的市政工作不会考虑选举，也不会考虑政治，完全以市政以及建设。 以及市民照顾为主。这届国民党伫台中摕到绿色的立委席处，卢秀燕的声望也规个拢起悬，一直予人点名未来有机会接任国民党的党主席，甚至有可能参选2028的总统。对这代志，卢秀燕回应会持续专心市政，但是是不是有希望2028甲卢秀燕搭配参选？台北市长周万安表示，大家对政治想多，市政想少，国民党会继续团结，反省并改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